伫路口若是4红灯或者是无号志，有诶爱停落来路口，依照交通的法规，都爱甲车停咧，才阁继续驶。不过，现在发生违规的事件，亲像伫嘉义的国华路甲庄文街路口，是现在发生事故。事故的原因大部分拢是无按规定停车才阁驶。警方去年10月份按科技执法嘛加强宣导，不过15正式实施了后，违规的比率还是有7%。号志闪红灯轿车却是无减速，爱先停才阁开，拄过路口就互计程车弄到。当号志是闪光红灯，也是大路未有停的标志，汽机车依照规定爱停车才能再开，不过遇到民众违规。在要暂时停一下之后，才继续往前，每天都有。来到高雄未有停的标志路段，少数无停车直接开过，全部互科技的执法翕到。那高雄嘉义市国华甲庄门街口，2020年起到去年10月发生41件交通的事故，其中40件拢是无依照规定小停者才去开。15日起开始执法，统计执法首日侦测到1330辆汽机车通过该路口，其中有93辆未依规定停车再开。这摆建议改善，这事故已完真接发生。警方去年10月伫路口装设科技执法，先宣导3个半月，15正式执法，违规率依然有7%。要讲继续讲，迄有老人唔知影。明明是原来就有的交通规则，部分的用路人却是一上路就袂记了。交通专家讲，应先加强执法，结果伫考汽机车驾照时来宣导。很多人他不遵守，是因为没看到警察，所以他自然不会减速慢行，利用摄影机的方式来去做相关的执法。相信呢，所有的用路人都会比较遵守这方面的交通规则。为了降低事故，各地警方会伫个开造成事故，也个违规路段加强来执法。虽然可能有民怨，不过警方强调，科技执法目的不是处理告发，而是改善开车用路习惯。呼吁经过闪光号志也是无号志路口时，先停让才去通过，保障家己也保障别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